对，因为我最早接触表演是从剧场开始的，那时候从跳舞想要转到戏剧表演，然后是因为缘分才知道有表演课这个东西。那就是大家看了很多经典的舞台剧，对，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在悲剧里面的时刻，往往人是在很多东西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对，所以自己还蛮喜欢这种很强烈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觉得说这东西是黑暗面或阴暗的角色，我觉得很多时候戏剧就是这样，借由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的这些残酷的事情里面，让人得到洗涤跟救赎。我觉得还是会回归到想要当演员，是某个程度上想要用这一生去尽可能去体验当人的感觉，各种人的感觉，然后去探讨人性，跟去了解对这个世界，我觉得我对人对这个世界拥有就是很大的好奇，对，尽管危险，尽管社会乱，可是就是还是会觉得人生只有一次，会想要体验这些东西吧。常常就是在很多很极度的压力跟工作累得半死，说回到家，有时候就是小孩子就是一个笑容，或者是爸爸妈妈你回来了，你就瞬间就不累了。我觉得就人类有这个功能，人类有这个力量，就是在极度的痛苦里面，会因为爱，然后继续往前走。就人有这个功能性吧。我会有累到，就是在拍片现场，就是我在拍跟丁姐的这些戏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太累跟压力太大，然后那1-2个月都是在这种就是惊悚灵异，就是很恐怖的状况下，我还真的就是在休息小咪的时候，梦到有3只鬼来抓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累，但是因为它又很真实，对，就是那3只鬼来到房间，然后3个人想办法要把我的灵魂抬走，但是就很像鬼压床吧，我就是努力的挣扎，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就是没办法出声音，我想要向大家求救，就讲不出话来，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很用力这样子。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通灵啊，然后就有时候你说这种东西，你也说你不信，你该怎么讲？我说我那个会通灵的朋友，因为我们常家里面就是常吃饭嘛，就是在我闲的时候喜欢找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可是大部分去都是固定那几个朋友，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其中一个，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很多朋友都喜欢来问他事情，对，然后我都喜欢在旁边听，因为我觉得他解读的非常好，我觉得真的可以帮助对方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做一些什么改变。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目前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他，然后我那时候正想再去煮一道菜的时候，那朋友就说：“你不要走哦，就是他有事情要跟你讲。”他说他都是我们知道他讲他就说他叫我跟你们说，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哥哥有几个恭喜啊。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拍一个剧，然后那个剧是因为那个导演非常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然后所以那时那个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可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在这个剧里面，我需要扮演的角色跟我的态度要非常不一样，我要用比较柔软的方法。那时候是我心里面的觉察，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聊到这件事情，包括我的朋友，我没有跟他聊到。然后朋友就说，他要我跟你讲，他说你现在这段时间，无论你在你的工作上，或者在你的生活上，你都要多使用你的女性荷尔蒙。那时候我就听不懂什么叫女性荷尔蒙，我听不懂。然后他说就是用比较多你的女性能量。那就突然想到，对，因为柔软，我那时候才刚讲说，柔软这些其实跟女性能量是有连接的，是不是？对。所以说你要不要信他呢？我那朋友就是我根本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最近这个导演有多么严格，然后多么他也都不知道，他就而且我也没问他事情哦，他说他有事情要跟你讲，你等一下。你说你信不信嘛？好烦哦。不错啊，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只要去我就常常请他吃饭了，好像大家都我们都开心不起来嘛。对啊，我就去开心啊，何浩成啊。对。因为我只要看到他，我就会很想笑。对。我对他跟他演戏我最困难，因为我只要看到那一颗痣，我就没有办法忍得住，我就回到丁玲。哦，他不是点了一个痣吗？对。对啊。痣哎。就是痛苦就是这样，我又要一副就是
就是仙姑，通天仙姑，你知道通天仙姑哦，通天仙姑。但是我看到我都好想笑，而且他常让我很出戏。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他很过分。我已经都一直说尽量就是不要跟大家讲话，然后一直维持在自己，就是我没事就是静坐，然后或者看看云、看看草之类，就是尽量在让自己在一个空灵的状态。因为这个角色它就是一个状态，它是很难演的，所以它就是要一个很干净的状态。他就很喜欢问我说：“哎，丁姐，那个我这边很紧，那你觉得我是哪边？”他就一直在请教我身体的事情，一直在请教我身体的事情。我就想想，我是不是应该跟他收钱？我应该收他4节课的钱。他一直在问我一些，就一直让我出戏。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就是跟你怎么讲，就是靠近培养那个物质的感情。他都不知道姑姑好痛苦，姑姑要 hold 在这个仙姑的角色里面，是很痛苦的角色的。对啊，所以我跟他演戏是，我觉得如果说配合就是他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的剧组大家都好蛮开心，都很开心，很专注，跟就是很努力想要再维持那个氛围啊。开心不起来，好难哦！第一次拍戏这么困难。